国防部新型高级教练机用鹰也去到高雄公山空军基地训练。不过最近有居民反映讲，这款新型的高教机唔那大只，声音也偏巨型的 AT3较大声，烦恼明年派国较侪只战机到位，噪音会愈严重。 公山空军基地内面，飞行机一台接一台飞上天顶，这是军方逐工拢爱做的固定训练。不过，这阵飞的飞行机唔是较早迄款 AT3，是空军上新的勇鹰高教机。虽然台湾新的教练机会当提升空军的战力，但是这只勇鹰唔那机型较大只，飞起来噪音也比 AT3加出要甲20分贝。不少居民拢反映，最近真正有较差。我差要几百倍，较早迄细声咧，较早迄是安尼吼吼叫。有差差定定有影，但是咱这是买啊，无训练嘛袂使啊，对不对啊？该吵就好吵，为着咱台湾吼，咱一定爱顾家己啦。 有民众认为会当体谅，当地里长是建议飞行路线会当溜溜啊煞一个撇开学校，减少对学生囡仔影响。另外，有立委表示，公山基地拢总要进33只勇鹰高教机，即阵敢若12只尔。民众都已经环境变较差。目前军方对基地附近13个里的补助，一年大约是2000多万。无论是设施补助，也是现金，拢伤过久嘛，伤过少。希望军方会当提悬补助。有啊，个飞过第17线迄边。 迄边遐甲无迄个学生啊，3级的话是3万，1级的话是2.5万，平均要等14年。那你不领那个实物补偿，就是说，防治设施补偿的话，你可以领现金补偿。现金补偿的金额是每人450元到600元，1年哦，那就是1天等于不到2块。 立委烦恼，明年3月份33只勇鹰拢交给公山基地，噪音的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。针对噪音改善，军方表示，目前也阁需要办公听会，收集地方意见，才有法度来做后续的处理。记者柯家族柯昭阳、高永昌报道。